一個健康嘅營養早餐係好重要嘅，可以帶俾一家人健康嘅身體。所以 Easy Farmers 咧就研製咗一個高鈣牛初乳啦。呢個高鈣牛初乳咧，其實我哋一聽牛奶已經已知，咦，好似係唔太健康嘅嘢咯。但係咧，你可以放心，因為高鈣牛初乳裏邊咧含有嘅係有機鈣啦，同埋有機鎂嘅 magnesium。鎂咧係可以幫我哋吸收鈣質，同埋可以加強我哋嘅身體嘅維生素 D 嘅吸收嘅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有5種嘅免疫球蛋白同埋19種嘅抗體，例如乳清蛋白都可以改善我哋嘅免疫功能嘅。最主要高鈣牛初乳咧就可以改善我哋嘅腸胃道功能啦，特別係因為針對鈣質嘅吸收，咁就可以改善我哋嘅骨質問題，特別骨質疏鬆啦，或者神經線痛啦、關節痛啦、牙齒嘅保護啦，同埋咧都可以鈣質嘅補充咧，都會令我哋容易入睡嘅。所謂牛初乳咧，係指新西蘭母牛啱啱生完 BB 之後2-3個小時嘅乳汁嚟嘅。咁所以咧含有豐富嘅有機鈣啦、有機鎂啦，同埋多種嘅免疫球蛋白，可以增強我免疫力之餘咧，就係有豐富嘅營養素添。所以咧，我哋每朝咧通過300個 ml 嘅水分啦，再加埋2羹嘅牛初乳咧，就可以得到豐富嘅營養，調養我哋身體㗎啦。